請注意，本片由無感情嘅 AI 配音，並有粗俗用語，不是為兒童而設。喺影片開始之前，多謝以上嘅金主嘅鼓勵同支持，大家記得按下訂閱先唔會錯過之後關於卡哇黐同自嘲熊嘅資訊。故事一開始，小白發現咗個寶藏這邊走嘅神秘地方，就帶咗肥黐同兔哥一齊去尋寶，不過要買門券先俾入場。佢哋三個攞埋豬仔錢罌嘅錢先夠錢買到一張飛，見附近冇咩人，佢三個人就搏晒夢跑入去。入到去第一關就要過獨木橋，行緊嗰陣，小白就問大家估下個寶藏係咩呢？如果係香印提子就好啦。肥黐就笑小白成日都掛住食，點知肥黐一笑就泄咗道氣，企唔穩，跌咗落去啡色嘅泥入面，仲不斷沉緊落去。小白諗住救佢，但係手太短救唔到，就大嗌叫佢個口望向上壓。兔哥就攞咗支木棒過去救翻佢上嚟。最後肥黐除咗個口之外，成個人都俾啡色嘅泥封住。好在啲泥係朱古力，乾咗之後仲可以攞嚟食添。跟住兔哥直接浸個頭落去不停飲。去到第二關，見到有個超巨型嘅八爪魚丸喺個懸崖邊攝住咗，小白望落去似有幾毫米深，就同肥黐講：我哋跌落一定必死無疑，唔靠個巨型八爪魚丸嘅話就過唔到對面。但如果粒丸係軟腍腍嘅話，跌咗入去會爬唔返出嚟。係小白同肥黐討論緊點過去嗰陣，兔哥已經靠粒丸跳過咗對面，仲喺度笑佢兩個幾時先肯過嚟。行緊去第三關嗰陣，有個好尖嘅物體準備跌落肥黐個膊頭，小白即刻用貓貓神拳一嘢就打走咗，救咗肥黐一命。小白執嚟睇嗰陣先發現，原來係個酥炸嘅蟹鉗，仲問肥黐有冇吉親，原來啲蟹鉗係樹上面跌落嚟，就叫肥黐打醒18分精神，呢度好危險，隨時會冇命。點知兔哥係咁傲棵樹等啲蟹鉗跌落嚟做午餐。行行下見到指示牌話仲差少少就去到個寶藏，但係佢哋三個已經攰到就嚟死，兔哥直情瞓咗喺度。突然間肥黐指住上面大嗌，有2粒巨型嘅石頭碌緊落嚟。小白大叫快啲走啊！兔哥一嘢跳咗上去，當係跑步機不停跑住玩。原來嗰2粒巨型石頭係肉丸整出嚟，啲肉丸汁搞到肥黐成頭都係。兔哥就即場開餐係咁食。皇天不負有心人，佢哋三個終於揾到個寶藏，後面塊木牌寫住打得開當你贏。勁緊張嘅小白就話唔通係猜謎語，就諗緊線索邊度有呢？唔通係關頭先嗰2粒巨型肉丸，將肉丸加落去啲字度，唔通打開寶箱係用友情嘅力量？之後佢哋三個手拖手咁打開個箱，點知佢哋用盡全力都開唔到。肥黐就留意到個箱寫住個錢字，佢哋三個即時 O 咗嘴，原來又係要用錢先打得開佢，心諗所有錢都俾呢個食屎尋寶之旅食晒，寶藏又冇，錢又呃晒，今鋪真係得個吉。畫面一轉，大街飛鼠見到盔甲佬係惠康買完嘢行出嚟，就係咁扮咳，又話成個身好熱，等緊盔甲佬俾嘢食佢。盔甲佬心諗呢條乞衣仔又想呃嘢食，飛鼠好順利就呃到杯香草味雪糕嚟食，點知一打開蓋，雪糕太硬食唔到，就趴咗喺度等盔甲佬救。佢見飛鼠成個廢佬咁完全冇自理能力，就決定做善事，就幫飛鼠加熱個雪糕變成糊仔再俾佢食。之後又見到海賊老師係惠康行出嚟，飛鼠第一時間叫停佢，就話自從小島合宿篇之後，你仲未請返我食好嘢喎。海賊老師就話你嗰晚唔係已經食咗大餐咩？而家又想呃嘢食，不過算啦，我啱啱買咗2款布甸，你想食邊款？飛鼠就話小朋友先會揀，我全部都要。海賊老師大嗌食懵你咩？你要晒咁我食咩啊？因為海賊老師最中意食草莓味布甸，好在條飛鼠最後揀咗個朱古力味嘅布甸，海賊老師即刻安心晒。咁啱古本屋係附近擺緊檔，好開心做成幾單生意之後，飲緊碳酸蘋果汁慶祝。可惜不幸嘅事情即刻降臨喺佢身上，食緊朱古力布甸食到成個乞衣嘅飛鼠，一步一步接近古本屋個檔攤，點知啲朱古力汁飛晒落去佢啲舊書上面，嚇到古本屋跳起，
即刻喺紙箱入面揾包濕紙巾俾佢。見飛鼠又走過嚟搞搞震，做唔到生意，就帶佢去寶藏這邊走嗰度玩。過程中飛鼠去到每一關都係咁食，食到飛鼠成個肚都脹晒，笑住講果然係一個寶藏。最後佢哋兩個去到寶藏前面，古本屋入錢落去寶箱嗰一刻，突然間有位綠色嘅魔女跳出嚟，大嗌個寶箱係我㗎，仲笑笑口講等我打開俾你哋睇啦。飛鼠就話呢個唔通係我識嘅魔女，就轉身話有不祥預感，都係快啲走好啲。不過魔女話入面收埋咗啲好犀利嘅嘢，埋嚟睇完先走啦。趁佢兩個埋去一睇，就係後面一嘢推佢入去個箱，閂埋個蓋唔俾佢兩個走。點知佢兩個太肥，個寶箱太細收唔埋佢哋啲手腳，係魔女硬塞佢哋入去之際，飛鼠就用佢啲利爪一嘢就找到魔女彈開。之後佢兩個趁機逃走，魔女即刻跑過去就捉住飛鼠條尾，就發現呢條友好熟口面，古本屋就用佢背囊一嘢打落去魔女個頭，打到佢兩隻門牙都飛埋出嚟。點知隻門牙咁啱飛到去塊木牌，形成咗個有情嘅字出嚟。魔女暈咗瞓喺地下，飛鼠就走埋去睇下佢死得未，諗咗陣，唔通佢就係果時嘅魔女？不過點都好，都係快啲跑走比較好啲。之後飛鼠就同古本屋有咁遠跑咁遠。畫面一轉，飛鼠喺河邊洗緊面，喺水面見到自己嘅倒影，突然間大強嚇醒咗，原來頭先嘅畫面係發緊夢。不過大強唔信，於是跑過去附近嘅河邊，望下自己係咪變返飛鼠個樣。不過望極個倒影都係一樣，就發脾氣係咁潑啲水。到咗第二日，有班小可愛去討伐那孩子，可惜唔夠打，爬咗上樹叫救命。那孩子望住佢哋係咁嗌，嚇到佢哋喊晒口。突然間那孩子擺晒尾趴喺度唔知做咩，原來係儲緊力跳上去捉嗰班討伐佢嘅小可愛。咁啱大強見到那孩子，心諗佢又做埋啲衰嘢。過咗陣，攤咗喺度發緊牛竇嘅大強，見那孩子食住嘢走埋嚟，聽落好似係啲骨頭嘅聲，就問佢食緊咩。不過那孩子冇應機，就咁坐咗喺佢隔籬。大強就話呢排好憎瞓覺，因為每次擘大眼都見到自己同夢境唔一樣，好唔開心好失望。點知那孩子瞓到扯晒鼻鼾，冇聽到佢講嘢。到咗第二日，勁開心嘅那孩子走咗去揾大強，心諗唔通係送扎花氹我開心。點知那孩子舉起右手，原來佢捉咗個小可愛做雪糕俾大強食，嚇到大強即刻打開那孩子隻手，放返個小可愛出嚟。那孩子見住個小可愛跑走咗就嬲嬲豬，不過大強就氹返佢唔好嬲，唔好再咁做。總結下今篇故事同個人見解。今篇故事主要講述主角三人組，古本屋同飛鼠去尋寶遇到唔同嘅經歷。相信睇完今篇故事，飛鼠嘅身世9成9同魔女有關，大家都估到真大強係靠魔女嘅力量同真飛鼠調換咗靈魂，有可能係用類似某某森林家族嘅方法返嚟，或者係山魯嘅懷柔手法捕捉，亦有可能係用靈魂交換機調換返嚟。我諗點調換嘅過程，長野老師暫時唔會畫俾大家睇，留啲空間俾大家諗。而可憐嘅真飛鼠，即係而家嘅大強，終於同那孩子做到朋友，而那孩子已經將小可愛當咗做玩具或者正餐攞嚟食用。希望故事發展落去，大強係佢身邊教化佢啦。查實長野老師係飛鼠同大強啱啱調換咗靈魂之後，幫大強畫咗個理想生活嘅短篇，而途中黑人憎嘅生物剪影就係飛鼠個身形。有冇可能呢個先係原本真飛鼠想要嘅樣呢？只係後來貨不對版先要再調換返呢？大家可以留個言睇下大家嘅睇法。粵語版嘅卡哇黐寶藏及那孩子大強篇解說大致係咁多。歡迎大家留言對呢篇有啲咩睇法，中意嘅俾個心心同訂閱呢個頻道支持下，仲有記得 share 俾更多中意卡哇黐或自嘲紅嘅朋友睇。最後送上寶藏及那孩子大強篇主題曲俾大家欣賞。チョコレート川を進む船、甘い香りが
が僕らを包む、不安と興奮が交差して宝の地図を握りしめる。宝探し、僕らの道剣、謎を解いて広がる光景。そこにあるのは真実か夢か、進むしかないこの道を。海を渡る長い橋、波が歌う無数のメロディー。どんな怪物が隠れてるのか、風がささやく耳元。